花莲警方伫咧巡逻时阵，发现车顶2个查甫人拢无下安全带，甲因走落来时阵，扫一个落车了后随逃走。警方掠到人，才发现讲，这是伫咧台湾居留过期的外籍移工，除了爱甲伊遣返以外，甲车的头家同款爱防罚。无绑安全带，拿小小货车互警方查落，副驾驶穿感冒色衫的查甫人落车想要离开，毋过关警阻止了后，佫向后边逃走。警方骑骑车上，对咧并抢回了后，遭500公尺，最后将嫌犯压制伫涂骹，后袂少过路人拢惊一条。不知道，就看到警察追他，从那边运动啊，橘子色的衣服就从那边跑啊，警察在后面追啊。警方调查逃走的查甫人姓吴，今年40岁，是居留过期的越南移工，平常时伫工地做工啊，因为无工作证才会逃走。边仔熟悉的查甫人是工地同事，警方定性了已经撤回，佮追查头家的身份。经查，该名乘客为逾期居留之外籍移工，警方将其依法逮捕，并解交花莲市专勤队侦办。花莲专勤队表示，照职业法请非法移工，会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罚金，5年内各违反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是并科120万的罚金。目前国内有82822个失联移工，花莲抓到9案的移工，拢是送去宜兰安置等待遣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